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下面咱来读一个教会公报。我读因为迄个啥，教会公报伊是1885年7月12开始刊，所以伊迄个啥，真用台语写的。当然，迄个时阵可能是算什么腔啊？下门话的款吧，可能是较接近下门话的款。网络顶管会使找到袂少资料，所以我看有必要打。我主要是想要读纯粹白话字，或者是纯粹罗马字，主要是想要读伊内底你讲到白话字的利益这篇文章，迄个叶牧师所写的款吧，敢若是安尼。所以要甲当做迄个啥，一页一页，甚至一字一字慢慢读安尼。所以可能读到因所定稿的迄种白话字的利益，读完可能要收煞，所以应该是安怎讲咧？你伫网络顶管你拍府城教会报，应该使找到真侪所在，甚至这几年啊，自金童因嘛有伫做抄写的活动，敢我至少看到应该超过3、5年吧，我都记得。总是我感觉，虽讲因是合作，敢若甲教会有淡薄仔牵连，也毋过我感觉，咱台湾人嘛是会使来参加一下啦。当然，迄个啥，毕竟是台语，所以就是声音嘛咧，所以志愿来啊，你若有兴趣啊，这是教会公报，伫网络顶管，我想应该是已经成做公共财啊，所以无啥物版权的问题，其他我无确定啊，因为当下咧读的，毋知影。好，我咧摇大概，我哋今仔日头家读啦，因为主要是因为另外一位朋友伊本正咧读的出世线，暂时无读，听讲是8月9月拢无时间读，拢无要读，敢若无要读，我就请做我的台语时间安尼来读这个教会公报，第一页当然迄个啥，有兴趣就往参考。志愿，我毋知你有拍算要读无？我伫网络顶管看会到啦吼。来，开始读，拢白话字。台湾府城教会报第1章，公司6年6月，刊是6月啊，伊可能写稿的是6月啊，开始送可能是7月款，听讲是7月12啦，所以我毋是真确定安尼，所以有恁有兴趣做伙来读，这个我想要安怎讲，当做另外的白话字、罗马字这种读念的能力就对啊，所以几多顶悬有连结，反正府城教会报真侪所在应该拢会使找到。我开始先读。我看到倒一支无？要对第1页开始读。就是这本的第1页就对啦。1885年第1页，1885年伊是公司6年，因为段落3反正网站拄到历史，可能就直接去找字书店安尼。来，台湾府城
好，安那各有啥物问题请讲。好，你帮我吹。好，我开始读啊。啊，当然拄着啥物字词毋捌咧，因为拢是白话字诶。啊，当然因敢若有第一啊，有去抄写做汉字大文版甲华文版的款，敢若是安尼。好，台湾府城的教会问教会内的兄弟姊妹平安，愿上帝赏赐恁大家大恩典。阮过来这边是，阮过来这边是因为爱传天国的道理，互人捌上帝来得到救。所传的道理，拢是圣册所教示的，若毋是圣册的道理，阮毋敢讲。所以，阮豆豆苦劝恁着读册来看圣经，望恁若久，23年我甲你救一个啦吼，好啊，拄则甲50线嘛着咧套吼。若久若捌上帝的道理，也毋免的确倚靠牧师，也是传道理的人来讲道理，互恁听，因为恁本身看圣册，受圣神的感化，虽然无人来教示，恁还佫会知上帝的旨意。可惜恁本国的字真恶，少人看会晓得，所以阮有设版面的法度，用白话字来印册，互恁众人看较快捌，也紧来伫即个府城，阮有设一个印册的器具。这应该是迄个安讲，因为我是伫咧 YouTube 我那嘛有直播啊，所以。器库吧，你用 KH 啊？对啊，器具啊，系啊，器具啊。变器具。我器具啊，系啊，器具啊，器具吼，无问题，无问题，吼，反正有当时啊，我是啥物原因？因为我刷位哦，因为我嘛是咧网络看啦，吼，啊，有来，好来，好，啊，当然，我讲我甲这也读完啦，吼，啊，第二看是玉林要接线，读是玉林读接3年啦，吼，资源走去，来器具。通印字亲像即号的款式，但阮望恁众人要出来学这的白话字，后来阮若印什么册，恁拢会晓得看。人毋通拍算，因为伊捌孔子字。所以毋免学即号的字，也毋通看轻伊，讲是囡仔所读的。两样的字拢有路用，不过因为即号较快，也较明，所以人着爱心读伊。后来若要煞读孔子字是真好，总是白话字着较大声。惊了若毋读，恁袂晓得看阮白日所印的，所以阮苦劝恁众人入教以及听道理的人，男女老幼。捌字毋捌字的人，拢总着紧来学，
紧紧来学，还是学是第八条。亲像安尼，恁就会晓得读即套的教诲报，甲外册，甲性册，毋望恁的道理哪深，你的德行哪招逼。敢有啥物毋捌的字词啊？我看是敢若拢讲南路我看到南湖老幼吼，我读者伤紧，南湖老幼嘿，因为伊反正就是当然。书嘛用较真特别啦吼，但是咱是看有知影伊意思，是南湖老幼。对。查甫的啦，还是查甫人，还是妇人啊？对，老的少年的拢来得对啊，因为拍拳头卖膏药是各位乡亲父老兄弟姊妹。啊，当然因为我就讲，因的台语毋是咱的台语啦，所以因就是安怎讲？一开始当然毋知影因到底是揣啥学，所以因的一寡用字用词，甚至语词语法，我个人感觉真正有诶，真正怪怪。啊，过来就是到目前为止，我对因所使用的连字符甲迄个啥轻声符的所在，我一直抓袂。我查无因的章头啦，因到底是为怎样才有连字符？为怎样有才无连字符？为怎样才有轻声符？为怎样有才感觉应该爱有轻声符？因为怎样无？我毋知影，这我毋知影啊。所以坦白讲，目前我咧读拢是照我的迄个啥，照我的腔，还是照我的人脉去读啦。啊，当然，这100几年来，我所知是一直到1925年左右啊吧。其实因嘛有伫咧想要改进，还是安怎吧？啊，毋过我感觉因的白话字使用者，可能我无人捌，或者是人捌无够深。我感觉因敢若甲佛教徒对待佛经的态度相款，就是袂使乌白去境界，袂使，敢若是安尼。所以最近敢若开始有人用迄个号做台湾字，就是应该号做台湾字，是因为伊要甲迄个连字符摕掉，啊，甚至是一寡迄个啥，反正就是讲，我感觉即个物件是爱学习啦，应该是安尼。好，第二开始咧讲白话字的字义啊。俊定有兴趣啦吼，因为我主要是想要读即种白话字的字义即篇啦。啊，当然我伫咧确认应该有搭一条，就是有去定出来迄个敢若是叶牧师遐，像我袂记啦。伊白话字的字义即篇文章，因敢若分做4期的款，就是第1期到第3期，甲第7期，然后是咧7月。8月、9月这3个月，甲1886年2月这4届去刊出来款，印象中啊，我就拍算甲这个叫做府城教会报当做啥？台湾通讯网报安尼，因为伊的文章有诶可能有叫做啥连载遐，伊主要是白话字诶，理解底是去讲到。要安怎学习白话字啦？我是想讲要用这种方式，嘛，互家己搁较认捌安尼啦。好来，迄个有另外你有兴趣来读第2页，但是我无意啦，我已经几啊百年无读白话字，顶个对恁读较大咧，我毋知阁会晓。我去看卖恁较忍耐者。无问题，安心自在。读袂了，你再帮我教好啊。好，无问题。白话字的字义，下问的牧师董宪礼，董宪礼哦。对，伊敢宪，伊宪嘛，啊，所以变调嘛，对。董宪礼旧年有出一个论
好，请掌管台湾国教会的人来做。台湾国教会哦，台湾国教会，直接就出现台湾国啊。这是伊的讲，还是要讲唔知影啊？我阿拍拍先。题目就是白话字的字义，后来有记着记啊，伊是记接的记的款。后来有记着九人的论，什么叫九人的？就是9个人有投稿就对啊啦。哦，有接着9个人来投稿安尼啦。是。开始等下进来嘿。无问题。你都个，就请马医生安怎？应该是马街吧，伊就足侪人去评的款啦。就请马医生、甘牧师、甘伟林，甘牧师甲伊斗看，批厝哦，批厝，对无厝嘛？批厝，什么叫批厝？就评论啊，搁提出，也是讲就地处女的处，嘿，厝哦，嘿，就地处女的处。我刚刚读到批厝啊，你读到出啊，嘿，厝，嘿，厝。批厝管家吧？对啊，所以批厝管家，因为遐后壁迄个厝是就地处女的厝嘛，啊，你无小心就投入出去啊嘛。批厝管家第一名，收银第一名收银5个，对。第二名收银3个，第3名收银2个，第4名收银1个，评了厝。无应该是讲，因为两个同时嘛，所以评完了后厝几个，啊，所以就评了厝，所以变成讲评可能变掉嘛，评敢莫变掉？评了厝，评爱变掉啦，评爱变掉，评了，系啊，评了有人字符嘛，评了厝，这边是咧颁奖典礼。对，咧颁奖啊，颁奖。好，评了厝叶牧师住伫小溪对无？对，小溪。小溪是什么意思？就是地号名，就是地号名。住伫小溪，再来第2，老母亲吓。老母亲，伊有点嘛，嘿，老母亲。老母亲，台湾府城，再来，这爱变掉，台湾府城有连字符。第3，你请来下。插一起插 ，CHH 嘛，插来。CH，但我觉得 CHH 是吃嘛，对吧？对啊，所以插后壁个是 H 的尾，所以这个总共3 H，CHHAH。你插来啦，对吧？你插来。对啊，插。第8条。高龙
古龙树，嘿，地门遐嘛，古龙树。地门迄对个古龙对树有烂鱼嘛？对。科技个科历史，第四，德县厦门罗山园古龙树东木树打转去大英国，大英国是大英国。对啊 ，UK 嘿，大英国。东木树转大英国，有将这个论交阮，阮想着因互教会的人早知哦。CHIAU， 你减一个 E 啊 ，CHIAU。交知敢对？对啊，交知，甲所有人通知就对啊。交知是大家拢通人知啊，因传叫做通人知。啊，你甲伊用讲的，伫现场有来的人，有听到，无来的人，也是转去就无人讲，就无人知啊。啊，即摆甲印出来啊。阮想着应互教会的人交代，互逐人心无读白话字，将第一、第二这两名的论叫出书遐。次序啊，顺序的意思啊，第一名、第二名嘛。次序。对。但是无读册哪安尼哈？照次序来印伫下底。照次序来印伫下底，因为头一张。对啊，即摆就头一张啊，即摆这是第一张啊，伊家己总做张啦。因为头一张的教会报，印袂了。对，印袂完嘛，印袂了。听后第二张才搁印。而且我今日听啊足艰苦。无问题，来，Sunny，第二啊，这下底算第二的倒手边的中段下底，好，换你，谢谢。第二中段倒手边这是论白话字的第一，是叶汉中先生做的论做白话字的要紧。当起头做一个白话字的，伊的意思是怎样啊？就是互人过饱，所以只用23个字句，念就是就是 A B。无，你袂使读 A， 你袂使读 A B， 你爱家己读台语的迄种诶。你读 A B C 是字母，你爱读声有母，你爱读台语的声有母。吃，当然要读知，毋是袂使，因为就是知甲吃嘛。知 A 个日。喝 H 是喝嘛，喝。你家读，你读对入声去的，你读一就变入声咧。啊无知吃 A 个喝一日科个科，啊你读一，迄就变入声啊。伊即摆敢若单纯的纯粹声母，啊当然后壁一定倒一个韵母嘛。你拢读对，
你拢读对入声呢？安尼我变哪读较好势？我以我的读法，你罔参考啦。我可能会使读，我可能会使甲伊读做英语版的甲法文版的。英语版的是安尼，英语版是安尼。阿不支持 A 个和以及个可勒么能奥不普斯特的特乌安尼，这是英文版的。啊，你若读法文版的是阿不这阿不这切 A 个嘿 A 这个，就是你后壁斗的韵母是无共款的。当然，纯粹声母。纯粹声母一定袂有声音的啦，所有的声音，所有的字一定要斗韵母才有声音出来。啊，咱为着要，就敢若咱去学波波摩佛，理论上波波摩佛袂有声音。啊，咱的老爸老母因学的是波波摩佛，咱学的是波波摩佛。英文字母英国人读出来是 A B C D， 啊，法国人读出来是 A B C D。同款迄26个字母，也毋过英语人甲法语人读出来的声音也无共款的。A B C D 是咱美国英语也是英国英语读出来 A B C D E F G， 啊法国人是读 A B C D A Z G。我试看啊，即马因为即马这是咱台语的声韵母，所以你就直接读台语的字音出来就好啊。啊，因为伊纯粹声母，你共款爱斗一个韵母，对无？啊，无问题嘛。啊，无，对无？啊，无问题。啊是韵母一定有声音嘛。啊，无，你无斗韵母，你念袂出来啊。斗这是知嘛？啊，你要读知，你 CH 是知啊。是知哦，我拍什么？来，Sunny，来，这题我甲你读。都是，我有困难，我睡觉来，好，来，有人救完。就是阿不支持 A 个和一日个可乐。么呢奥本和斯的特务，就是安尼。好，这是好。解决完毕。来，Sunny，你。这是要互人过年，搁伫23个字母的中间有分别，这个位置啊，开始讲这迄就开始讲这几个声母是分别伫倒位，还是这20-30个包括韵母、声韵母，伊拢家分类就对啊。嘿。顿音、息音、子音、后音、鼻音的各样。各样啦，应该毋是各样，各样就是各式各样，无毋对。即个各样就是，即个各样甲迄个各样是共字共音。换共音。嘿，共字共音，即是才是各式各样。咱一般咧讲的各样是讲迄个人各样，啥物唱各样、面各样、耳仔各样，对啊，就是甲别人无共款啊。即摆这就是这个意思啊，只是咱一般拢是用衍生出来意思嘛。我歹势你见笑。这真正就是挑拣。后音、鼻音的各样，亲像是顿音，我再来一下，机器科是什么音？气一下气耶。是气，什么？气音是气音，气是啥物啊？因是迄个无擦音迄个气，还是喙齿的气，我无确定诶。系啊，伊就写 CHI 吼。所以是。咱一般都是臀嘛，喙臀、喙齿甲喙齿嘛，对无？臀就是各种双臀，迄搭遐倒倒落落，即组是属于臀嘛。啊，然后
支持师资，对啊。是啦，倒特这是字啦，盾是波波么，盾是波波么么吼啊，倒特呢都是字嘛，啊支持师是含喙齿有关系嘛，只是伊写 CHHI， 嘿啊，啊是有一个讲法是讲什么摩擦音，啊什么踏擦音，啊什么，所以我就无确定伊到底想要表达倒一种，因为咱一个是应该两种分类法，一个是器官的位置嘛，对无？喙唇、喙齿、指尖、指筋，这是器官嘛。啊，过来就是讲什么送气无送气，还是有塌无塌嘛，对无？啊，毋过伊即搭车，我就无确定伊到底，佫毋是纯粹。嘿啊，我就讲气音到底是，那照后壁是字音无问题，顿音无问题，那照即个分别，安尼这应该是喙齿啊，还是有人讲迄个喙齿是甲迄个摩擦、甲擦踏音有关系，我毋知影，我真正毋知。咱会当了，好咧，甲代志是咧解说愉快音的位置。是。所以咱就是气音，就是安尼好啊啦，能是安尼。对。好，过来，何以日了的特是字那变字音。对，喙齿啊，这甲喙齿有关系啊。是字音，过来，o a 是拗音。是鼻音，好，三里瓦利亚，三里这，好，救完瓦利亚，这是要互人下了话分明，看伊高音度14到9度。伊这是高林多书啦，伊就是我嘛毋知为啥去引述讲爱去看高林多书，也是因为即句啊，啥人去看圣经啦，对无？应该是讲即句话是圣经来的，就讲这是要互人读了会分明，可能是读了会分明。即句话是对即个圣经调出来，吼，请看哥林多书14章第9节，可能是我毋知影，因为我无去研圣经，我毋知歹势。搁有用八音做记号来分别拼字，对无？拼字，嘿啊，拼字嘛。拼字，互人开喙就有冤家动轻的处事，毋使对啊，伊写毋使啊，嘿，毋使混乱，搁用切音做法度来斗正字，有诶两字斗正一字，有诶3、4字、5字斗7斗1字，这是要互人过读，要互人过读。总是字母虽然少，若用伊排列3道，就有千变万化，用拢袂了。这是头诗会定排列5段，第六来议论。第六来议论。OK， 好，伊有一寡字音是迄个时阵的下门音嘛，吼，什么过读，迄个过其实就过过迄个过嘛，咱即摆讲，拢走对过过，迄算属音啊吧？啊，会晓袂晓的下嘛，伊就拢迄个时阵是用过。你会，等一下，你过，咱种讲会晓讲袂晓讲嘛，啊，毋过伊就是拄则一个 KOE 吼，过读就是会晓读啊 ，KOE 是会晓读袂晓读，过读。吼啊，有一个是，我就讲伊
伊对这个字我嘛无讲介我都掌握啊，所以倒是最后遮伊咧讲，伊甲迄每一个字母，也是伊讲的迄，伊拢甲用做字，也毋过就因的英语，敢若毋是安尼讲的啊。我要讲的是讲，你看伊讲，佮用切音做法度来斗正字，对啦，斗正字，吼，有诶两字斗正一字，怪怪啊，哪会两字斗正一字？伊即马来讲，应该是讲，可比讲是两个字母，也是两个声韵母斗做一个字嘛。拄则头前咧读个啊无则说遐是一个会算迄边怎讲？声音元素迄哦，因为可比讲诶，第一迄个叫做清华教授伊所编诶哈佛101的台语册内底。伊就去提起讲，最小因素教学法，在过去因拢用汉字去切的切音，而且讲切音，我感觉是因哪会用切音，因为切音是可比讲的录音宝鉴内底吼，可讲啥，伊就写几个字汉字讲，写道德的德，草头啊，红母的红啊，东平的东。伊就讲直和昂斗出来当即个音，啊，而且讲咱第一字爱扣，可能扣声母甲声调迄啊，第二字扣韵母甲啥物货，我袂记只，因为迄足复杂诶。伊迄个时阵无即种罗马字通晓看嘛，啊，即马咱有罗马字啊，是毋是会较快？啊，你若用汉字，你看到迄个汉字，你无捌甲几字，你根本读袂出来啊。何况讲，佮爱总共。你有一字毋捌，啊！你看，结果即字内底佫出现两个汉字，你为着要爱捌即字汉字，你还佫另外去学两字汉字，啊！当你是咧，啊！所以用即种罗马字是较快，通好读念出来。啊！当然，我着讲伊即个论在迄个时阵，我个人无完全同意，啊！而且以现在来看，我感觉伊论的内容嘛，毋是100%完全正确。以即摆现主时来看，当然苏东时伊为着要互较侪人知捌即个物件，所以有伊的我说啥立论的观点，即 OK 啦，我感觉是 OK 啦。好来，我继续读吼，你看第一段伊讲分5段嘛吼，啊，即摆是第2页，算正手边下骹即大只，好，啊，我可能会读到第3页迄搭吧，吼，应该佫会使读。第一段论读白话字，较赢读中国字。你看，伊白话字3个有2个连字符，甲伊连起来。啊，即马中国字煞敢若中国有连字符，后壁字无连字符，所以我就一直抓无因的连字符，伊个使用的理路是啥，我毋知影。好，不管，就是过读，佫毋使另外过，佫毋免另，佫毋使另外过世，因为中国字不知多，过世不知恶。溪口空虚字典的字袂算得，一字常常有几若号过世。囡仔对7、8岁入学，着读册到7、8年，10人中聪明的，吼，即迄个聪明就是咱即马讲聪明啦，啊，迄个时阵是聪明即个音啦，吼，聪明的检采有1、2人，大概画捌较浅的字。只有捌字音定定，迄个定定就是即马咱大部分拢讲定定啦，啊甚至因为我看因迄个片音甲无片音有当阵啊嘛是下面主席的标记有淡薄仔真差，好不管，拢袂晓得过世，着搁读10外年才会过世。检采所过有时也会错误，伊是错误。学得读字读句分明，
这毋是中国字的毋好，独独是因为学问的学的精光。好，这是第二啊。第三，伊只还未迄个啥，好来，第三个一抓的，这个段落结束，我可能去读这抓啦吼。啊，伊下面就另外一个段落的开始啊。歹势，我嘛伫咧网络顶看，所以，各过世未一定会言过。伊就讲遐文言文，遐孔子字，就是常常一字有几落种过世，伊的意思是安尼。好，来，由另外你这段第三页倒手边，赶紧安心自在。我哋拍算读到10点啦，我哋尽量啦，尽量。大陆古气哦。对，嘿，伊的句法是安尼。大陆古气一两字，最，迄敢是第5条评句嘛？评句啊。伊迄就是等于是第一个无，毋是一徛，嘛毋是撇倒面，嘛毋是撇正面嘛，对无？啊，而且是 PIN 嘛，所以是第5条啊。所以我就是伊是画一个圆箍啊。毋是，无圆箍啊。我是要读起啊，毋是圆箍啊，迄是底无啊。一两字做评句，是安尼啦。是做评句。好，亲像古字。无，伊有轻声或者表示讲古字，亲像古，而且这是古，嘛，对，亲像古字。嘿对。啊，有所在嘿，有所在。伊这个是两个，这个是轻声符，嘿，是轻声符。走出来好。对。亲像古字，有所在归做言故，有所在归做文言，有所在归做所以，佮亲像意字。有所在归做用，有所在归做汤，有所在归做因为。对啊，因为啊，嘿啊。安尼哦。对，毋那安尼。郑丽老师有听到安尼哦。我会记郑丽老师因为安尼，那安尼，嘿，也有。最学得过的字，虽然就朴学的人，也袂会读字。也袂会读字，归世到明，也袂读字归世到明，就是讲还无清楚啊，对啊，读无清楚，解说个清楚安尼归世到明。看木书有时请秀才来教姓册，有时牧师就是讲牧师有请秀才来教姓册，也捌过世毋对，毋是因为伊毋捌字，还是袂晓得。也是袂晓得过世，也是袂晓得过世，你这变世啊？无，伊拢用世啊，伊拢用 SEH 哦，伊拢用这个音哦。无吧，我做也是我大部分看，我会记拢是 SEH 啊，伊拢是过世，嘿，无要紧，继续。过世，也是袂晓得过世，独独是因为
字的过世，袂话伊就是用一个，迄个袂话，敢若是毋是？就是袂晓袂啊，袂话袂会。对，应该是袂会迄个概念，对，应该是不会即个意思。哦，袂话一定会，袂话一定会因果。当迄号有学问的人，上请，尚且如此。上请系啊，当迄号有学问的人，上请袂话过世，到当迄号有学问的人，上请袂话过世，到袂过世到拄好啦。何况请伊无偏音哦，伊是讲 CHHIAN。千目的人，何况千目的人。这应该是 HAK 啦。头前是朴学，无就深学，即嘛是千学，嘿。何况千学的人，太讨会过世，你是讲你千学的人？对啊，深学的人册解说就安尼啊，你讲浅学的人，我都安怎？所以千学的人太讨会过世，这是啥？姓册到无错误啊！伊无偏音，错误，伊用错误啊！错误啊！意思是讲，对，深学的人就讲袂清楚啊，莫讲无济人，那我都无错误啊！你姓册甲解释甲无错误。对。那袂话，那袂话过世，是啥嘞？那袂话过世，那袂话过世姓册，要太话明白道理呀。你袂晓解释姓册，你哪会有法度了解道理啦？所以有心识教的人会传道理的。爱是爱传道理。人爱传道理。有心识教的人爱传道理的逐国，是毋是安尼？对。伫逐国。伫逐国，一刻要将姓册翻译，迄个一刻要将姓册翻译，迄所在的字教明，嘿，伊教明，互人通读。因为白话字的 ENG 是教无罗马字 ING 啦。当然，以我个人，我当开始咧学读白话字的时，我看到 MENG， 我就超工读做明啦，明。其实因就是讲明啦。伊就是明啦。只是我迄阵，我当开始咧读白话字的时阵，我就要照我所看到，像就叫翻译嘛，伊的翻译是 EK 啊，对无？翻译啊 EK 啊，就翻译啦，对无？顶个翻译啦，这就敢袂输英正 Q， 你知哦？伊遐变冷啊，伊遐变冷啊，哦，是安尼的。来去妈祖见。对啊。遐变。对啊，是安尼的因果啊。所在的字教明，互人通读。好过来，总是中国字不知学得过世，所以才做这个白话字，互
互人，这是拢总还是拢总？拢总的人，应该是拢总的人，还是拢总的人？应该是拢总的人啦。互拢总的人，嘿，互拢总的人通学，佮将性册duck，你读到英语去啊 ？TAK 你读到英语去啊？是 duck。佮将性册佮逐号的册翻译白话字，互捌白话字的人通家己读，家己讲究册内的道理，即使无即号白话字，就不知少人会晓得读性册，这是显明读白话字有较赢读中国字，有听到无？因直接我甲你讲啊，是嘿，这是显明读白话字有较赢读中国字哦。好，因为时间来讲咧，差不多读到遮好啊。吼，因为后壁就讲第一章啊，第一章。不，第二章要搁印，因为这是第一章嘛，就讲1885年7月12，伊算讲创刊号，啊创刊号伊就甲伊当做第一章，迄个时阵伊用词是用章啦，啊所以后一期就是第2章安尼，吼啊所以可能时间的关系，咱暂时先读到遮啦。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安尼，还是台下的朋友，要起来分享交流到底有听到啥物货无？是。无遐好读啦，啊，毋过我就讲，我想要讲，其实即种罗马字无遐困难，咱是因为去互汉字限制咱的想象。啊，我感觉咱应该爱按遮去建立咱家己的意识啦。我拄仔看了一句王玉迪所讲的嘛，吼，语言是民族的灵魂啦。啊，当然语言爱有文字去记录嘛。当然现主时你要用什么符号去记录，是你个人的选择。有人信用汉字，有人较爱用这种豆菜个仔字。当然目前为止就是有教育部罗马字甲白话字嘛。啊，我是感觉因遐的纷纷扰扰，我是感觉我个人无想要参与啦，因为迄我无才调嘛。总是你甲一套学起来了后。其实另外一套你也真紧就快捌啦。即摆是讲快捌，迄个时阵讲啥？我刚看什么过捌啊？啥物？我无讲介清，因为迄个时阵因有当中我真正无逐字拢有掌握着安尼。好，毋知咱台顶嘅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3年读嘅白话字应该有比较较侪啦。我咧想，我咧摇，我咧猜想，我毋知。有无？台顶台下嘅朋友。我是拍算应该我前几工啊，敢若自即2礼拜吧，我从来毋捌的自头到尾慢慢读过啦。因为过去拢除了第1页吧，第1页敢若是不哩侪人分享，我就讲因的自真动向，自真动因有伫咧办即种抄写的活动，伊就是甲第1页抄写尔，伊敢抄写创刊号的第1页，就拄则所读念的迄个。啊，当然你会使用迄个什么，迄刚我去读到迄个龙刀山内底才讲，或者灰体字，对无？即种印刷的嘛，啊有种是手写的嘛，啊手写的，当然现主时的咱，以我即个外国人来讲，我手咧写嘛是写印刷体的字嘛，也毋过因就讲因迄本国人是用伊家翻译做灰体字啦。较早你学学的时候什么？草体字吼是安怎我毋知影，就是每一个字母拢会使含进行体后相连嘛，对无？总共26个字母
任何两字，不管迄两字相差偌大偌歹写，伊就是有材料家连做伙，一笔就甲做完啊呢。啊，讲迄个做回体字，吼，我个有啥物我袂晓讲，反正就是，迄是一个算讲啥，伊嘛敢真做艺术啦，应该是安尼。啊，所以对我来讲是讲，拄只迄个白话字的利益，吼，到遮就是一部分尔，就是咧讲，目前17个字母斗出来23个符号，啊，毋过伊拄只所讲的，敢若是甲伊讲用23字斗出来遐个字嘛，变成讲在迄时阵伊无甲伊分别甲足清楚的。目前应该是讲用17个字母，吼，迄个字母毋是英文字母，伊毋是英文用，伊毋是英文专用，所以你袂使讲迄是英文字母。你直接是讲或者啥拉丁字母，啊，不管啥物字母，有个人淡仔咧，要淡仔字，要淡仔讲，啊，规气就讲啊，17个字母斗出来23个符号，这23个符号就是有17个声母，有6个韵母，啊，所以这23个声韵母，就会使甲所有的台语字拢记录落来。所以拄则伊内底嘛有讲着嘛，什物无限啊，啥我袂记起啦。就是讲，随便干啊，即几个字母，即17个字母，即23个符号，就会使甲理论上就是讲有6万几个排列组合出来遐个白话字。啊，毋过即6万几个白话字，我无去算过，我嘛毋知人去研究，我毋知，就是有一寡是无的啦，就是空的啦，无迄种字音啦。啊，毋过你会使斗出来，啊，斗出来迄个就是，若准讲伫咧学迄个做啥发音的时阵，迄种硬斗的尔，可能要你练习入声字后壁，就是用 HPTK 结尾嘛，吼，可能后壁讲SAP。杀，就是要你去练啊！你管它什么字，你莫插伊，迄就是字啊，对吧 ？SAP 就是一字啊 ，SAK 就是一字啊 ，SAH 就是一字啊 ，SAT 就是一字啊。用台语的读念法就是杀，啊，你若读做英语咧，变 sap，无吧？迄是外国人读的。对英语来讲 ，SAP 可能是读 sap， 啊 ，SAT 可能读 set， 我觉得。啊 ，SAK 可能是 set， 啊，因敢若嘛无 SAK 即个字，因敢有 SAKE 即种诶。啊，我对台语来讲，每一个符号拢有伊诶意义，只是会出声袂出声尔。台语诶入声字是无声诶 ，HPTK 迄种无声音会走出来，啊，毋过伊会有喙诶形伫遐，对无？合喙音 SAP， 啊，当然杀，迄是可能你较歹理解，你用 SI 诶时阵 sit。迄就较好理解嘛，或者是 hip， 迄嘛较好理解嘛。迄拢会使对照你会使随想到的字。啊，毋过你要学发音的时阵，其实莫去想汉字是啥，迄感伫咧学即种或者啥声韵母的时阵，伊的汉字，甚至伊啥物意思你拢莫插伊，因为你即摆是要学发音尔，就讲你看到啥物字你读会出来。啊，当然，对咱会晓讲台语的人，你足想要知影，迄个到底是啥呢？啊，这是初会去拄着的状况啦，大概是安尼啦。所以对我来讲，我是想要去读即个府城教育部内底头前应该我印象中10几页吧。啊，当然，伊拄则所讲的，我记得我有答，就是讲迄个叶牧师所写迄个白话字的利益，伊总共是分做4期甲砍出来。啊，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其实我就讲，这个资料、这个文献文本是网络顶悬拢会使找到啊。啊，甚至头前几页，敢若有所在，原来嘛有，毋知我看袂出来啥物人甲伊改写做汉语人谈写呢。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第3页的倒边。未来有，好，请讲，请讲。我是想要知影讲吼，
咱安尼吼，歹势，读甲滴滴答答吼，安尼听的人敢听有讲咱咧读啥呢？我是感觉头一个爱一个，哎呀，歹势。来。因为我也无学过白话字啦，纯粹就是讲用直觉安尼去甲伊替换。所以我想要知影讲，咱咧读是毋是让知影咱咧读什么货，安尼读甲滴滴答答较歹势啊。大家朋友有兴趣要来甲阮分享一下无？看有啥物？到底敢若纯粹敢若听？我毋知你有去看文本无啦？然后方便再来甲阮分享一下安尼，有无？安心自在，自由自在。无人，我好请一个郑德老师啊，郑德老师咧，讲点读一下。好请郑德老师，郑德老师伫倒位？伊敢有起来？听到话声，还是讲感应一下，有无？还是阿丹姊也要起来？阿丹姊也可能刚听到最后，可能几句话看吧，我唔知影，有无？若准讲无，吼，免歹势啦。迄个反直啦，看袂到面啦。艾丽卡，我毋知你听到偌济，尤其纯粹用听的。我加减罔听，因为我确诊。确诊还憋厝诶。当年拢来一届，足艺笑诶。安尼，你拄仔所听，你有听，就你所听到诶，你有听捌甲听毋捌诶所在无？毋捌诶当。我就加减罔听啊。啊，你有听到啥物戏？我拄入来一个尔呢。啊，你有听到啥？听到你咧讲，什么 PT， 什么 K， 什么有迄个喙型，无迄个喙型，即个所在我阁袂晓。若读诶部分你有听到无？因为我头早敢若听到玉玲咧念，但是我听无伊咧念啥。听无晓，你听无伊咧念诶迄个内容。OK。但是感觉伊足认真咧念诶。足认真咧念诶 ，OK， 好，这反正就是，安尼即部分可能对你来讲是属于或者无效诶输入，就讲有即个台语诶声音吗？啊，毋过迄个声音有代表着啥物内容啊？啥物意义？至少今仔日即趴，吼，毋知个认真是无意义诶，就是无事，你完全无听到伊咧读念诶内容啦。啊，当然尾啊，因为我著讲因为时间诶关系，我著暂时停在即搭遮。1885年，台湾教会公报所刊的即个府城教会部的第3页的倒手边，啊，因为拍算，因迄像阿宽兄，伊本正就是顶礼拜进前是拢，台北时间礼拜一个暗时9点至10点，阮会读白话字版的出史线。啊，因为即2个日啊，听讲伊是有其他的代志，就无要读。啊，敢若无要读，我就讲对我来讲是。我甲当做台北时间暗时9点至10点是台语时间，啊，敢若是台语时间，若准讲有兴趣纯粹要开讲的，可能顶礼拜爸咪帮咱开一个纯粹开讲的，就开讲。啊，若无我就甲伊摕来读即个白话字，诚做自我训练、自我学习的即个安尼。好，毋知阿丹姊有听到啥无？我都听无几句，都袂记啊。啊，我会即看迄文啦，啊，才都好听安尼啦。所以你有看到文本咯吼？啊，就还袂找着。啊，袂找着。啊，袂找着台湾。哦。我记袂着，讲咱这要上课的时间安尼啦。哦。真嗨。反正台北时间暗时9点至10点啦，吼。理论上已经嘛算安尼满第4年啊吧。还是第5年啊，2022开始，2022 6月底啊5月底，敢若5月底、6月底、6月下旬。嘿，原则上就是台北时间暗时9点至10点，拢一定有一个台语时间。当然有当阵啊，无定当是安怎，总是会有一寡歹按算的嘛。反正就是目前为止，我就讲啊，对我来讲已经超过1800点钟啊吧。2022年6月到单。我即摆过你忙忙了了，逐摆拢时间记毋
对安尼，起来就无啊。无要紧，反正就安心自在啦，因为个人事拢工伤嘛。我会个听迄个回放。OK， 嘿啊，反正我就讲这物件有类 play 是一个不哩啊好的设计安尼。对啊，我差不多每几个 play 拢有听啦。OK， 好，感谢。听有啦。啊，因为我敢若是自徛顶个日啊，当时我袂记一啦，因为有找到 YouTube 伊会使直播，我就 OK 啦，嘛算做一个直播。啊，毋过当时其他的设备也是啥有状况的时阵嘛无材料处理，所以目前为止可能也是以 Clubhouse 即个只的声音为主啦，啊，其他的可能就是假的，迄个买什么假什么迄个假的吼，迄个假的就是有也好无也好安尼啦。啊，反正就讲主要是因为阿宽遐伊听讲是即2个日8月9月，可能就是无要运用即个时段，所以大概时间暗时9点12点的礼拜日可能就是会来读册。我是拍算读10几啊，就差不多吧。因为主要我就讲要甲迄个8月2的利益，纯粹读8月2的部分，啊无过去我伫网络顶嘛有读过迄个10项关键，啊，就会去偷看汉字，你知哦？迄个时阵去偷看汉字，啊，即个就是要家己莫去偷看汉字。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头解读的即个府城教会部，暂时先读到遮。第3页的倒手边，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来分享，嘛感谢大家来去的朋友听我咧顶悬网头网分享网交流。今日读到遮咯，感谢，谢谢，拜拜，再会。感谢各位，再会。